好，呢條係188頁嘅第7條，咁呢條咧係一條比較難嘅題目，咁咧我哋嘗試理解題目先啦。而家有個人企咗一間房裏邊，天花板咧擺咗一塊鏡，而佢題目就話俾你聽咧，喺個 screen 後有盞燈，呢盞燈嘅光線咧啱啱射有 P 嘅話咧，就俾個人見到，人眼咧就離地高1.5米，咁呢啲咧就係題目上面有嘅資料。好啦，咁呢條點樣運咧？其實個情況就係咁嘅，我用藍色嘅筆咧畫咗咧，究竟燈嘅光線咧點樣去到隻眼度？好啦，而家咧我哋嘗試咧去計算嘅話咧，因為牽涉到咧就係一啲數學嘅技巧，咁我哋先做 A part 嘅題先。好啦，因為反射定律話俾我聽咧，呢兩隻角咧應該係相等嘅，因為 I 就係 R law of reflection 啦。我嘗試將兩個三角形咧畫出嚟。第一個咧就由盞燈開始去到 P 之間嘅一個直角三角形，而第二個咧就係由 P 點去到隻眼嘅一個直角三角形。好啦，我哋嘗試去睇下呢兩個三角形特性。其實呢兩個三角形咧應該係一個 similar triangle 嘅原因，90度 I 就係 R6，咁第三隻角都會相等，呢個係 AAA。咁好啦。我哋將佢嘅高度咧寫翻出嚟啊，同埋長度。而家咧呢個橫嘅距離咧就係2.8米，1.8加1係冇比嘅。而個高度咧就會 h 減1，h 係整間房嘅高度，減翻盞燈嘅高度1米啦。好啦，而右手邊呢一個三角形咧，呢個就會係2米啦。而呢個高度咧就會 h 減1.5，因為整間房高度咧減翻人眼高度，咁咧而家因為呢個咧係個 similar triangle，所以咧我哋就可以用佢嘅關係式 h 減1，左手邊嘅高度係 h 減1啦，右手邊嘅高度係 h 減1.5。佢個底嘅長度，左手邊嗰個係2.8，右手邊嗰個係2。咁根據呢條公式嘗試去解佢話咧，你就要揾到咧 h 嘅答案咧。就係2.75米啦。B part 佢就問咧，究竟呢個 screen 咧可以動到幾高，而可以完成呢件事？咁提示咧，其實你一樣咧需要畫兩個相似嘅三角形嘅。咁但係究竟係邊兩個三角形咧？嘗試下自己去諗一諗。好啦，俾個答案你先啦。答案係2.125米高嘅，自己試下點樣計嘅喎。